自透早就有人摕扫帚粪斗伫孔庙边仔认真的摒扫，原来是台南第三信用合作社营业部的员工发起扫街活动已经第2天。基于爱护乡土，然后基于本土的精神所以就发动打扫邻里环境，来回馈这个社会。那这个活动从去年就开始了，就每年都有持续在办。总社着为伫汤底种大道上，算伫咧园区内底食果子、拜树头，秉持疼惜本土的精神，响应环保，发挥企业的社会责任。同时邀请立法委员陈廷辉、议员李克维、陈怡丁、蔡宗和等人共同参与。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，而且除此之外，也是让更多的企业可以看到说，我们本土企业对我们本土、对我们这块土地的热爱，在这个假日的时候，还牺牲自己的假期出来美化我们的邻里环境，真的很感谢大家爱心能够让我们的环境变得更加的美好。爱乡土从亲近家园第一步站出来，那尤其是民间的企业，大家如果说每个地方就是各个公司行号大家都站出来公司协力，这个城市会变得更美好。发动同仁来我们这个台湾的首庙园区，也就是孔庙来这边来做清洁的工作，更有这个社会企业的责任。台南第三信用合作社创立伫1924年，到达行过100年头，嘛是目前府城内唯一的信用合作社，以提供客户多元文化的金融服务为目标，并持续回馈社会，做好的企业公民。台南新闻所采访报道。